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5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先来关心最近伫咧中国的网络顶出现假新闻，讲咱台湾的海巡对中国的渔船下手。针对这点，咱海巡是大声驳回，强调讲是中国的渔船伫咧东沙的海域正在下过界咧掠鱼仔，所来会严密监控中国的海警甲渔船的动态，捍卫咱国家的主权。 海巡署放东沙宽大国家公园的影片，强调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并且派海巡舰艇24点钟久守护这个珍贵的区域，严密监控中国海警船的动态。最近中国网络社群有假新闻，讲台湾的海巡国对大陆渔船下手，中国海警即时赶来才化解危险，对此咱海巡严正不剔。 高雄舰 PP10075艇及 PP10096艇发现越界大陆渔船，立即展开追击围捕，大陆渔船急速左右转弯蛇形拒检。高雄舰紧急高速回转拦阻，并实施水炮强势震慑，迫使停船。 东沙宽大是台湾第一座海洋国家公园，命令禁止各种捕猎加钓鱼。不过最近稍获中国渔民越界大量捕猎。 今年2月，竟然以船团的形式出现，海面上不负6只母船，放差不多29台小台船，海巡随启动执法。100吨艇部位恶劣，海象强势登检，连夜进行查扣小舟，行政裁处没入小舟5艘母船强制驱离。 在过关过程，中国海警船越过咱限制水域，干扰咱海巡执法。海巡批评，这袂输是伫咧替环境路线保驾护航，严厉谴责中国海警恶质的行为。一直到这个月，又有中国海警船伫东沙限制水域附近侵了，咱海巡舰艇24点钟久监控驱离，捍卫咱国的主权。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看，中国配偶阿阿小美甲文启，因为伫咧网络顶公开发表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互政府废止因居留的许可，就要限期离境。内政部证实，这3个人的健保甲居留期间的工作权拢已经去互取消。今仔日半暝，就是阿阿离开台湾上尾期限。不过，伊讲伊前到呾，伊并无主张武力统一台湾，伊并无做了唔对，所以伊未主动离开。 就等下10点的时阵，伊会亲身去内政部开记者会，要求撤销行政处分。新闻出来了，我们确定要必回大陆了，通知一下你。恭喜，堂堂正正中华人。 合体地步互相拘守，继续廖培雅也因为鼓吹武统，互移民署限期离境。廖培、小美、文琪也同款防废止居留许可证。内政部更加证实，依法因连健保工作权也拢会互强制取消。 在我们对外发出行政处分的时候，就一并通知户政单位取消。不过，事实查核中心当做中正大学传播系罗世宏教授认为，法院裁定未当充分展现保护人权的担当，甲无符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提起的，会当证明因的言论有直接甲及时的威胁。反而政府的做法会互两公约变成打压异己的工具。不管是行政系统或者司法系统，对于这件裁决的案件已经做出解释，我们就不多做说明。老世峰表示，个案若不服，会当行诉权定诉救济。不过在野立委也质疑，直接赶出境，敢是符合言论自由国家？3个都配备处分，对不对？那就是3个家庭。当然，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主权跟安全一定是摆在第一位，没有错。可是我们也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 我们现在不希望我们的移民署或者是无料上变成是以前的境状。现在我们对陆配的执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是不是武统的言论不可以？但是呢，你虽然不是武统的言论，但是你的讲话我不喜欢，好，是不是也不可以？照理说，来到台湾应该是认同台湾、热爱台湾，那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哈，所以这让大家也不禁怀疑背后是有特殊的一些政治意图。哈，我想这也涉及到台湾的国家安全，特别这个部分有可能涉及到了中共的认知作战。台湾就是中国的，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廖培弯弯小外伫台北街路大声公通战，也有廖培官官表示，早暗红旗会插满台湾。移民署表示，针对检举继续查核，另外欢迎采取爷爷离境的时间是25进前。内政部表示，目前伊还未离境，时间一到，就会向强制驱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
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敢若伫咧食方便的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小可会落短暂雨。预估规个西半部、中岛迄卡岛，高温可能会到31度。东北部的高温嘛有27度至28度，日时也是不哩烧热。不过早暗的低温有到16度至20度，温差的变化真大，提醒民众外头要是爱早咧，唔通去寒着。气象署伫咧拜四进前讲拢会真好天，因为空气是不哩干燥。顶礼拜六台北观测到的湿度敢若8%，医师嘛提醒大家，湿度低，大家水都要加啉寡。因若是皮肤较会闭的，会当抹面油、挂喙安，嘛当提悬呼吸道的湿度来保护家己健康。后礼拜就是清明，大家对清明的印象拢是可能会落雨较担心。不过气象署表示，到拜四进前，全台各地头拢是好天。拜一高气压有往东线，日本南方海面的一寡水汽影响台湾，都会有较淡湿的空气，袂像前日啦这么大。那从今天开始的话，高压慢慢比较移到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所以会带来比较暖湿的空气，所以相对来说，湿度的话，虽然说中午前后还是稍微低一点，不过不会像过去2天那么低这样。气象署表示，拜四进前天气较干燥，会当看到拜一过头过湿度大约伫25%左右。但在病院医生也提醒，人适合的湿度大约伫50%到70%，若是湿度上低，会致使皮肤伤大闭开，细菌病毒也较高进入呼吸道。鼻仔内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就叫咱的鼻毛对于个细菌啊、病毒吼，伊应该阻挡。你若讲伤过打扫的时阵，咱一般来讲，伊阻挡细菌甲病毒的功能会较差，这嘛是一个问题。因为湿度较低，细菌甲病毒伊的速度就会较紧，传播的速度较紧。医师表示，面对上大的环境，建议民众除了补充水分，也通挂喙安，提悬呼吸道的湿度。抹乳液保护皮肤。另外，气象署也表示，拜四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2度左右，因为天气大、湿度低，辐射冷却效应较大、较明显。日出早暗温差会变更较大，不过乡亲唔通掠准天气会开始烧热啊。气象署提醒，拜五开始受锋面加上东北季风热南影响，天气会搁再反寒。记者张家嘅陈慧玲台北报道。提醒台南的乡亲都要注意啊！台南市有10个行政区为今仔日透早9点开始，因为时间会停水、降压、送水30点钟，这是为着要配合河川治理安康改造的工程。这一届停水会影响24万户。目前自来水公司有准备51个灌水站，希望会当尽量减少民众无利便的情形。但有一间餐饮业者提出来桶仔赶紧咧省水，因为若袂久食无水，定着跋倒做生意。遐那伫北区洗衫店业者嘛因应停水，半暝就提早来洗民众送来衫。还有一个人客提早来永康的头毛店先防洗头，因为刷大概台南市10个行政区，25透早9点到26下晡3点，要停水甲降水业时间30点钟。这些民众认为生活上加减的无利便。阮真得水塔有水就罔做，啊无水。是得来休困。哦，所以明仔载拍算要休困了。好。应该无水就爱休困阮嘛爱留阮家己要洗的啊。停水停电应该都是会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民生啊，对啊，多多少少会的。那台南市学生人数增加济的文员国小，嘛伫停水范围内，学校提早通知学生，如果爱对厝炸地来，无就惊地基啊无够用。即摆停水是因为自来水公司配合国土管理署推动河川治理甲排水上涵改革，这项工程影响将近24万户，是台南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停水。整个一个停水区域，我们在每一个里都设有这一个取水桶，那这个我们都配合整个里长一个选定的一个位置，我们备有8台的一个水车来巡回补水，让民众、让市民的整个一个不便降到最低。自来水公司讲，停水期间有51个临时供水站，要随时维持供水量，让民众会使紧急取水。伊嘛定时监测各区里的供水情形，若有需求就会加派车来补。另外，伊嘛呼吁民众若有用水问题，会当敲24点钟服务专线1910来询问。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
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由总统府主导的头一场全社会防卫进行实地演练，这礼拜是日7会伫咧台南举行。海扫甲大爆炸是这一届设定演习的情景，为了支援大量爱手术的患者，是头一届扩充急救医疗场所。民安甲万安演习为4月份开始，伫地方会整合做城镇进行演习，直到会到7月份接汉光演习。来看联合报。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23日报道，中国解放军已经做好比英国更加充分的准备，要包围台湾，切断对外联络，逼台湾屈服。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实力计划主任认为讲，只要中国要，今仔日就会当甲台湾隔离或者是封锁。过来看《自由时报》，民众党官方 YouTube 的频道“民众之声”捌爆发赞助的争议。根据自由时报的调查 ，YouTube 的平台去年1月份开始交付350万等人赞助的钱，不过钱是拢入去木科公关公司的口座。台北地检署另外分他日案调查感受违法。继续来关心，伫台南有一间电镀工厂，昨昏发生同案的意外。业者讲，外包的厂商伫咧补油水的时阵，无细致甲漂白水淋入去，煞产生裂气。消防局讲，有先甲人员拢紧疏开，用储水的方式，互裂气变薄。若即个意外有一个人救无倒来，10个人送病院，其中有4个人伤势是较严重。大量水雾一直喷入这间电镀厂，因为倒伫24下昼2点外，台南消防局协报，电镀厂发生公安意外，其中一个人伫现场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因为它的 PAC 的部分加漂白水，产生氯气之后，他那个闻到之后，就整个昏倒了。倒倒的部分有一个现场 OCA， 然后4个部分严重的整个呼吸道灼伤，6个部分因为身体不适的部分，我们已经后送了。警消挂片搭到场抢救，现场除了喷水雾，降低氯气浓度，也开启风扇通风。根据业者表示，是外包厂商在做补油水作业的时，亲像将漂白水浸到自力化炉，再产生有害气体，造成员工陆续出现身体各样，只受到1名员工就安尼失去性命现象，和业者真艰苦。当然啦，他从那个退伍汉我做到现在。这感情拢真好。对啊，汉我换了2个工厂。对你事情来讲呢 ，PAC 新泡完，我一定爱先讲，我一定爱先提开洗，因为 PAC 跟漂白水不相容嘛。对。我一定爱讲洗，我那洗我用了搁个倒对 PAC 去。哦，变成漂白水怕比 PAC 来对啊。对啊，我看迄个，我害死一个人，我无去。环境部专业技术小组也去现场侦测空气中的氯气浓度，目前所有员工拢已经完成疏散。后续状况由爱等相关单位进一步的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伫台中大甲发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台电的工程车经过路口的时阵，甲一台沙石车相撞，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一个台电的人员将安尼喷出去，送病院了后，要是不幸救无倒来。警方初步了解，有可能是这2台车拢无放慢才去弄到。因若即个意外嘛害当地1000外户失电，台电嘛已经赶紧的修理。救援人员赶紧甲吊伫车内伤者甲救出来，随送医急救。不过其中一个人伤势相当，赶紧送医也是不幸死亡。较严重的55岁罗姓男子，头部有明显外伤，到院前已无生命征象，经抢救后于12点33分抢救无效宣告死亡。2台车大力弄落去，这台台电工程车司机的椅仔拢歪去啊，挡风玻璃拢破了了。另外一台沙石车车头是落伫边仔的水沟内底。事故发生伫24中昼11点左右，台中大甲的南北二路甲东西4路一段路口，2台车相撞，弄甲真严重，总共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4路台电的员工敢若无甲安全带，结果互弄飞出去。错过就这边来了吼，恁2个业掉，一个飞出去。所以2台拢有错过。有啊。工程车1名乘客于事故时已无生命迹象，列女砂石车与工程车驾驶均受轻伤。警方讲，双方拢无啉酒开车，因为当地是无号志路口，敢若是沙石车无烧娘，台电工程车也无减速，造成事故原因也调查。今日车祸甲这个电话条弄断去，结果造成上千户大停电。工程拢无法度运作啊！都无电就无迄个啊，
你看迄规个电线甲电条拢扭断去啊。啊，自动的就样无电啊。哦。事故当下造成1095户停电，目前已复电1078户，剩余17户台电目前已积极抢修中。台电讲，这3个员工伫完成有线排电的防护管线装设工作了后，无想到发生意外。台电也伫警方采证完成了后，赶紧伫20时暗时来恢复供电。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5新的电池的计效拍算就会公布啊。有风声讲，到时计效会起6%。然后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讲，这是电价审议委员会决定的。另外，立委关注咱台湾通货膨胀连续3年拢超过2%的警戒线，电池若是起 CPI 敢是会调悬的。主计长陈小珠认为讲，电池若是起，就会调悬警戒线。各界预测，台湾的4月电价可能会调悬，平均电价调整幅度6%。有立委关心台湾通膨连续3年拢超过2%的警戒线。主计总处2月预估今年全年 CPI 年增率是1.94%。这敢若是电价真正调悬，国内通膨是不是阁超过2%嘞？如果有电费有调整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做一些上修啦。对于电价调整状况，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伊无法度决定电价，不过会尊重电价审议委员会的决议，经济部则做执行。同时会向大院争取拨补，因为拨补会当增加台电债务，阁会当减少负债，减轻台电利息负担。只是若是这届电价阁调悬，就创下4年来第5届调悬纪录。外界关心这届传出电价调悬对象，包含主体用户甲小店面，差不多1450万户受影响。整体平均电价起价幅度是伫6%。经济部长郭志辉嘛做出回应。如果最后也是占6%呢？就我在主持的会议里面，没有这一个6% 的这一种这样的一个案子。光是电价一上来，对很多企业影响就很大。每一个产业不会一样，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电价审议委员里面也有这个工业总会的代表，也有商业总会的代表。我想他们会充分的反映给所有的这个委员，5次加起来，你知道要涨多少% 吗？看一下，别人涨80%啦，我们到目前才涨40%啦，涨48.9%。另外，电价法伫2017年修法，当时要求台电爱伫今年年底完成抢网分离，打造电力自由市场。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考量国际情形，也加极端气候带来的电力调度条件，所以台电会维持综合电业的组织形态，确保电网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2个中央海运进前的员工，涉嫌甲即马在职的员工斗空。今年1月份的时阵，利用港口安全检查的空棚，为泰国走私上千万的毒品。桥头地检署即马照毒品罪，甲这3个人起诉。那中央海运讲，涉案的员工拢已经离职啦。这个查甫人想要骑摇摆去逃走，警方给压制伫咧涂骹。口袋。行经几路线头行动，掠到几路人到案。因拢不是中央海运的员工，涉嫌甲在职的员工交结，甲毒品走私转来台湾卖。具体逮捕该海运公司赖姓船员、蔡姓及刘姓离职员工等3人到案，一举瓦解该海运公司现职离职员工内神通外轨的运毒管道。被扣怀的毒品规大堆，有大麻花、大麻粉、大麻烟弹，重3.5公斤。若是落入去市面上，不法的迄例要甲1000万。检警调查发现，涉案的前员工伫泰国买到毒品了，交予现任的船员，藏伫咧随身的牌仔内面，就着港口安检的漏空，船员会当免检查，甲毒品再回国内来转卖。那这个案件经我们的调查了解，系属涉案船员的单一个人行为的事件。那目前了解，并无其他船员涉案或者是扩大的情形。中央海运说明讲，涉案的现任员工伫案发了已经主动离职，对案件暂时无做回应。历经案件的组织机关之一的关务署，伫法国进前是也无回应。不过涉嫌走私大麻入境，检方已经伫咧离世，依照毒品条例等罪嫌起诉3个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进前讲，制造高阶晶片，唔但牵涉人工智慧的竞争，嘛牵连美国的安全。
中国若是入侵台湾，会严重威胁到全世界先进晶片的供应链，冲击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甲国家安全。有学者建议，台湾都爱用晶片的这个优势，积极甲美国来沟通。台湾伫全球晶片供应链有重要角色。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进前伫接受访问时，佫再讲到台湾问题，讲国家晶片的制造毋但牵涉到人工智慧的竞争，也牵涉到美国国家安全，对着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感觉烦恼。Yeah.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what happens to the world? Well, if they were to invade in the near term, the world would be cut off from advanced AI chips. Currently, 100% of advanced AI chips are made in Taiwan. 马斯克认为，台湾 AI 晶片有关美国国安，美国需要加紧伫国内生产来保证国家安全。学者分析，台湾应该以晶片领先的地位的优势，尽可能凸显台美共同利益，正做谈判条件，积极甲美方来沟通。台湾在这个位置上，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地缘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环绕着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要把制造业包括晶片这个整个产业链都能够移到美国的本土。国防部二是公布，上审查到9架次强机、10架次强舰强船进了台湾，有过中国2台的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防空识别区。为了反制强军威胁，今年的汉光演习也以2007年强军可能犯台为设定，加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斯这人的警示时程表符合，引发讨论。2027年，习近平可能寻求4连任，那在军事上是中共就是军改10年，以及中共建军100年，所以变成一个政治军事交相影响的一个时间轴选项。台湾把握时间，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不仅是可以确保国家生存，而且可以展现自助人助的这个特性。深化台美外交，驻美代表吴大雷出席世界大商联合总会活动，讲到台美伫包含打造飞航供应链、确立 AI 主导地位、军工产业这面向，应更加密切合作，并且推动避免商战扣税，也有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商谈判等，希望双方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若是台湾正在咧讨论薪水的问题，日本劳资双方今年第2轮谈判结果，企业同意加薪水5.4%，这是34年来一个手调上济。虽然对劳工来讲这是好消息，不过这几年因为日票变薄，加上通货膨胀，日本实际上的薪水其实是一直咧退步。日本上大劳方团体日本工业总联合会日表示，伫今年第2轮的谈判，资方同意调薪5.4%，比起1礼拜前预测5.46%较低，不过也是34年来上悬的调薪幅度。日本的劳资双方一直春季进行集体谈判，叫做春斗。大企业会先结束谈判，尾后则是中小企业，所以最后公布的总结果会比第1轮谈判的数字较低。调薪消息传出了后，劳工表示加薪互人做事较拼死。やっぱりこう世の中の物価が結構上がってるので、賃上げしていただけてすごく自分の生活的にも余裕が出ましたし、精神的にも余裕が出て、全体的にあと仕事も頑張ろ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にもなれたので、すごくそれ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不过一寡日本民众感觉通货膨胀的壓力更加大，表示落地也是變變。夫団体職員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さほど上がったっていう話はしないので。ただ厳しいだけになってますね、生活が。日本的经济无好真久啊，薪水甲物价一直真低。不过最近2年来，通货膨胀的趋势明显，互日本央行伫1年内已经相关利息3届。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2024年平均工资，平均月薪是33.200日票，差不多是台票7万外，已经是1976年来新高。不过薪资成长也是对不到通货膨胀的速度。最新资料显示，今年1月的薪资伫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了后，甲去年比起来也是下降1.8%。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来关心土耳其爆发10年来上大规模的示威，因为伊斯坦布的市长伊玛莫鲁去互政府掠去，几10万人去街路抗议，而且有1000多人去逮捕。总统埃尔多安日时的时阵讲，示威的活动已经演变做暴力的运动，要求伊玛莫鲁所属的共和人民党都要负责。因那共和人民党是批评总统因为政治动机来攻击对手，即嘛因已经正式提名伊玛莫鲁成做2028年总统的候选人。
3月24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加首都安卡拉这两个所在的学生宣布罢课，并且邀请民众做阵上街头抗议，因哪话口号哪会记啊，沿路的居民共欢共顶表示支持。 Daha özgür bir Türkiye için savaşıyoruz şu an. Terörist değiliz biz, öğrenciyiz. 自从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顶礼拜39因为贪腐的理由被抓到之嘛，全国81个省已经有51个省发生示威，是最近10年来上严重的动乱，引起警民的冲突，也个国际社会谴责。有一个示威者穿着酷刑者的装扮，压腰行礼，抗议政府和警方喷辣椒水。 内政部长讲，超过1100人被逮捕，其中10个是记者。总统埃尔多安批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动示威，这马刷变作暴力运动。Ve şehir eşkıyalarının saldırıları sebebiyle 5 günde 123 güvenlik görevliniz yaralandı. Türkiye gibi büyük bir ülkenin basiret, vizyon ve kalite açısından çok küçük, çok iptidai, çok çapsız bir ana muhalefet partisi vardır. Parti içi iktidar mücadelelerini milletin meselesi haline getirmelerine de aracılık yapmayacağız. 伊马莫鲁所属的共和人民党伫即天宣布，依照初选的结果，正式提名伊做2028年总统候选人。伊马莫鲁被认为是总统埃尔多安主要的政治对手。3月19被抓的前几点前久，伊斯坦堡大学宣布撤销伊的学位，被抓了后也被解除市长的职务。共和人民党也个因的支持者讲，政府当局对伊马莫鲁的指控有政治动机，无民主。总统埃尔多安是否认？ 讲共和人民党应该停止拨人百姓。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各地，过去24点钟是搁再夺走至少65条的人命。埃及安全消息人士今仔日甲路透社讲，开罗为着推动加沙走廊恢复停火，已经伫顶礼拜提议一份新的协议方案。 而且已经得到美国甲哈马斯的同意，不过以色列是还未回应。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表示，会伫4月初2宣布对各国普遍扣对等关税，甚至今仔日指出，甲委内瑞拉买石油或者是天然气的国家会扣25%的关税，会伫咧4月初2来生效。不过了后，伊阁讲，后礼拜对进口商品扣对等关税的时阵，某一寡国家可能会当减免。 就破布2日伫咧首相官舍接见王毅，后来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因2个人会谈的内容，写到日本充分认捌日本甲中国4个政治文件重要的意义，尊重中国论述的立场。这个讲法，日本外务省2日的时阵，新闻稿表示，就破布并无讲这款的话，而且对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做法是表达遗憾，向中国提出抗议，而且要求因都要删除无符合事实的讲法。 镜头转来咱国内，罢免人数是一直出现伪造文书或者是死亡人数的指控。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昨昏去台北地检署告罢免团体伪造文书。那民进党嘛告拿赢人事罢免立委吴柏耀有问题文件是有甲4成。另外，拿赢指控讲，根据民间团体消息，有80个民进党立委罢免会当进入第2阶段。不过，中选会是强调讲，这款消息是唔通黑白喊。 全台大罢免一直传，伊直有死亡人数的消息。进前台南地检署向法院声押国民党市党部副主委甲一个4楼的查甫人。20时起，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到北检告发民团煽动被害，涉嫌伪造文书甲违反告知法，呼吁检调卖商战标准。 这些委员呢被伪造的情势，台北地检署也不要睡觉。我们针对的是罢免王宏威的团体，因为这是在台北嘛。那我们各地包括南投各地也都是会同步。我想全国的地检署都应该要站起来，赶快做事比照台南地检署风风火火的效率。国民党自己被公民发动罢免，不思进取，发动反制罢免。 那这个反制罢免里面出现了大量死亡连数，才让大家去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抄名册嘛？结果你们反制的作为就是对公民提告，对公民来说只会让我们越挫越勇。
同一天，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刘耀林也到北检告发反制点名国民党青年军针对民进党立委吴派益的罢免连署，错纪律达到4成，专台上悬，其中包含提起进前死亡108人，涉及无关事故的391人。吓死人了！10份联署书里面竟然有4份联署书是不合格的。他们这些行为真的把中正万华所有的公民跟选民当作猴子在耍。中选会呢，他过去也已经公告过了哦，就是那个时候早就已经认定说吴沛忆委员的罢免名册伪造情势是0，很怀疑为什么伪造情势是0，却又隔了这么久才去做告发的动作。全总共35位泛蓝立委进入第2阶段连署，不过国民党地库副执行长领导讲，对着民进党立委的罢免连署补件了后，会使进行第2阶段连署的，100到80个关啊，其中包含吴思瑶、吴派益这人。现在质疑为安怎？中选会一直不爱公布。不过中选会发出声明，强调罢免提议也是连署名册拢是依法查对，并且含有法定机关，像行政机关，不是公民团体，也是罢免团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交通部长郭耀基23暗时的时阵，因为主动脉剥离送病院急救，开刀了后情形无啥理想，日是中岛家属同意陪讲放弃急救。郭耀基食到69岁，医师提醒大家，即马早暗的温差真大，血压较会称悬，而且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主要的原因之一，提醒大家都要注意。我是一个政治犯，我不是一个贪污犯。对假头化完后，伊是前交通部长郭耀基第23案传出因为主动脉剥离送去成功病院急救，院方紧急开刀装叶克膜，手术了后继续伫家护病房观察，最后经过1暗加死神对抗。郭耀基家属24世纪同意备讲在1点医毒卫生设备，宣告死亡，享受69岁。昨天在耳边，大家都跟他讲，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没完成，医师认为也没有再存续的可能，所以后来就决定在11点钟左右爬完。郭耀基伫2006年接任交通部长，也参与算崩坑完工通车。说伫今年8月 ，ETC 过度电子收费政策争议正式落台，下定了后，国家假日南京湖集团贪污官司，方检继受政府2万美金的地比悬事件，方以贪污罪判刑8年定案，加做头一位入阁的交通部长。当时我们就觉得，不管他有没有醒来，所有家属跟律师都会愿意继续打这场仗，一定要恢复他的名誉。郭耀基过去一直坚持讲家己无罪，认为判决无公平。2016年，佮因为调监申请保释就起，到达9年，却因为主动脉剥离过身。卫福部国健署提醒，主动脉剥离通常警告急，而且致死率真悬。根据统计，一半以上的病人伫发生了后48点钟内死亡，甚至伫疾病开始都发生雄死亡。所以一旦有相关症状，一定爱随就医治疗。血管内的压力突然上升的时候，那像一把刨刀一样，就把主动脉内膜把它刨起来，造成主动脉破裂的话，基本上它的预后是非常差的。医师也特别提醒，大约9成拢是高血压引起，民众爱妥善控制血压。另外，高血脂有部分习惯，长期透暝唔困，情绪波动大，甚至天气变化，里面温差上大，拢是高风险因子，袂当疏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一间火锅店专门咧卖刣了后无变过的牛肉，不过最近有民众去食饭了后，转去就开始吐甲流。医生的诊断是急性的胃肠炎。那即马台北市卫生局讲会派人去店头稽查。讲是逐工台南地送的新鲜温体牛排到台北的出名火锅店，进前传出有民众特别为讨园上北用餐，2个人开4000块，无想到转厝了后，2个人陆续出现吐甲腹肚痛，好亲像食物中毒的镜头，紧急挂急诊就医。凌晨2点，我女朋友就突然从床上跳起来，狂吐、暴吐，然后呢倒在床上，就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然后呢一直跟我说她肚子很痛很痛。所讲的温体牛都是无经过冷藏也是冷冻的牛肉，避免水分结做冰晶破坏肉的组织，影响口感。所以牛若是刣了后6至8点钟内爱送到肉摊、店面也是消费者的手头，若是放伫室温保存，真紧生细菌，有食安的疑虑。
在这种长时间的这个室温的暴露之下，其实很容易滋生很多细菌哦，像是大肠杆菌啊，或者沙门氏菌这类的细菌，其实都有可能哦，就很容易造成急性肠胃炎。有其他火锅业者表示，会特别经在地台湾牛，而且规只牛运送到新北泰山屠宰场，每一早运送去各店头的路程，拢会以恒温4°C配送，以确保消费者安全食入腹肚。开业11年来，毋捌发生过消费者反映讲食线有漏血的情形。刀具或者是砧板的部分，都是要它专属的，不能说你拿这个刀又去切猪肉又切鸡肉，那个就会有交叉感染的疑虑。台北市卫生局接到民众投诉了后，会派员去这间店进行相关的稽查，看到底倒一个所在出问题。经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将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但是，互人投诉的业者已经发声明，甲用餐食歹腹肚的民众表达关心甲慰问，同时主动甲食品送验，报告出来爱7天至10天。伫报告出来之前，愿意主动专业退费，并负责看诊相关费用，一定会以高品质、管控、卫生甲食材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若是食食的安全，用水的安全嘛真要紧。新竹县西凤山溪2年前，因为爱斯巴达这间公司因放重金属的桶仔破气流出来，滴数有毒的物质流落溪底，污染水源，害这水拢无法度互民众来使用。自来水公司甲爱斯巴达公司提告，即嘛一审的判决出来，就要赔自来水公司476万。2年前，新竹县西的凤山溪水面也出现浮油，空气也散发臭味。因为污染，自来水公司紧急停水6000多户无水通用。检测水质证实含有毒的液体，发现是附近的公司爱斯巴达储存含有重金属毒物的桶仔泄漏，然后伫溪中污染水源。我们提到644，因为是我们所有一些设备。我们修了哪一些东西，全部加总起来644是有依据。那他现在判赔到476，当然我们会尊重。停水互民众真受影响，自来水公司紧急清洗水池顶的抢救措施，事后向爱斯巴达提起644万的损害赔偿官司，一审判赔476万。他求偿是求偿给水公司，水公司赔给居民的只有用水费的多少，比那个赔偿费连我一个洗水塔的钱都不够。对于这个结果，受害民众认为也是无法度弥补迄当时的生活无方便。长期关注当地水资源的环保团体是希望凤山溪会当设置水质水量保护区，和不法工厂无法度设厂。水质水量保护区因为政治因素没有过哈，我们守护协会可能也会想说。等于是提告求偿啦，替民众提告求偿啦。废污水的这个排放点有没有真实的去盘查它？哦，这个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它的县辖的区域确实是大，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再处理其实往往都是来不及的。官团也希望官府，就算已经注销爱斯巴达的工厂登记证，会当继续关注当地水质的保护。今年他们是担心的这个废弃物处理业当年度的时候，因为他们自行评估，他们就自主了关厂。官府强调，有关款团关心的水质水量保护区设置案，保证有关由环境部审核，会继续关注专案的发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中华有一个警察，伊去落水溪爆发运动，却去有狗仔攻击。加在伊人是无安怎，在地民众讲，这附近清在有狗仔的工作，即马动物防疫所讲会搁派人来了解。狗仔看到人甲车，就歹清醒伊伫吠，身边嘛无主人甲锁啊。中华分局副分局长张金邦前几工仔进行大甲仔绕境勤务自我训练，走经经过南中华落水溪爆花道路，煞互3顶狗仔包围攻击。加在伊保持冷静，找棍仔防身，最后顺利离开。伊将规个过程铺上网引起讨论。他们就一直往我这边来啊，我就是蹲下，我还有拿棍子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很靠近啊，我就边退边走这样啊。你经过他都会追你啦，包含汽车啦。啊，地带，遐哟。啊，你迄山桥啊，因会甲恁约无？会哦。
中正帮讲，迄天上侪有20只狗仔甲伊包围。当地民众也表示，狗仔虐人甲车的情形常常发生。中华关动物防疫所表示，会先派人去厘清大阵的狗仔是流浪狗，也是有人饲的。如果说是有流浪狗追咬人的部分，我们会再把案件请所辖的公所清洁队去捕捉。那如果说附近有住家，那有一些自己养的犬只的话，我们会请同仁去宣导饲主责任。今年2月，中华丰苑才发生一个80几岁的妇人人骑大埔车出去，受到民众饲的狗仔，也有流浪狗甲伊虐，就安尼摔倒受伤。即马南中华也传出狗仔甲人虐，动物防疫所强调，若确认是流浪狗，会通知公所的清洁队来甲伊掠起来；若是民众饲的，会要求主人管理甲看守啊。若口腔袂听，会当移动保法第31条，开罚3000块到15000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这无代无志现怎会向跳电咧？伫高雄左营的大路，自是早起的时阵，有民众听到嘣一声真大声了后，就向停电。加在时间啊停6秒尔。台电讲是因为有高产啊去摸到路顶的变电啊，才会造成跳电。这一届受到影响的有402户，所来会阁加强线路的巡检甲维护，来降低阁发生类似的事故。24早起接近8点左右，民众骑车经过左营大路，响嘣一声，连面就看到远远迄边一阵火星冲出来。当地虽停电大约6秒钟的时间，台电高雄区处表示，停电意外是因为台湾狗去吸到变压器引起跳电，受影响的户数大约有402户。加在因为停电的时间真短，民众拢唔知影发生啥代志。不过若是讲到高山，民众拢讲有看到。嘣一声，那电筒砰呀呢，我看了看无明显，我都要起来就出去啊。3礼拜前我看。3礼拜前哦，你看到几只？2只。2只啊，伫搭看到的。迄个较晚迄落遐。伊搞早来才会共抢物件，是啥无啊？啊，就伫顶面我看伫山顶尔，无看啥货啊。为路口监视器画面也当看到，因为高山吸到变压器造成停电，画面变乌去。6秒以后，电来也涂骹也倒一只狗。根据台电统计，一般事故停电因为外力所引起的大约有5成，其中因为动物地数的占4成左右。因为高山无固定出现的时间甲地点，台电无法度来预防，但是针对鸟啊、碰刺、蛇等等的动物，因拢有加强巡检。本处平时除了加强巡检，同仁还会在小鸟繁殖期加强巡视筑巢的热点，那提前清除鸟巢，那也会加设防蛇网，并针对动物场出没地点进行设备及线路加强备附，致力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台电表示，加在这摆意外无造成其他损失，受损的设备紧急抢修也恢复正常。后续因会加强线路设备的巡检维护，降低停电事故发生。记者柯家祖、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现代人因为生活真无闲，为着要省时间，拢惯势伫咧网络顶买物件。不过伫咧网络顶买物件嘛，就要注意。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就接到陈情，讲伫咧台南有一间海产店，因伫咧网络顶直播咧拍卖，阁有办活动。虽然讲是有送物件，不过却是会强迫民众都要开钱买物件。若是袂配合，就会公布民众的相片。消保官认为讲安尼做有可能会违反公平交易法甲个资法。即马因会介入调查。来到台南这间直播水产专卖店，民众只要开10块，就使参加踅轮盘促销活动。轮盘的选项除了免费的醋鱼一拿，也有免费的油来啊冰一杯等等，还有一半选项是现场消费特定的金额。一定要买吗？你转到100就一定要买啊？不完被要求强制消费，民众投诉台湾消保会，因访查也发现讲，民众若是涉到消费选项无买，业者私底下讲要公开相片这个人资料，并且打负面的标签，呼吁业者是停止，也发文予主管机关，有可能触犯公平交易法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疑虑，而且对消费者的权益可能有损害之余。不过业者出面发文案讲，促销活动除了要求消费以外，要10块，会再加任何草莓这提早的选择。参加剧情都有明确甲消费者讲，上面游戏规则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转一次10块，那你转到东西我就送你啊。如果你转到现场消费，你钱也没有不见啊，只是在里面消费，我也给你发票啊。业者无奈讲，踅到免费的商品就愿意参加，要若踅到爱开钱消费的就负责，对店头真无公平。其实直播卖商品，一定会看到业者拄到消费者挑工放弃这订单。大量
恶意的来跑单或弃单，而且商品是属于易腐败、易破碎，涉及刑法第355条诈术使人损害财产的规定。律师提醒讲，网络交易是属消保法内底通情到一个情形，消费者原则上有7天审阅期，并且会使无条件解除契约。也毋过商品若是俗卡的派去，也是个人卫生用品，就无伫这个限制规定内底。台南市消保官也提醒，直播也是网络消费行为是轻霸种，不着消费纠纷，建议直接申诉，由专业人员来协助认定也是排解。记者综合报道。去年2024苏巴黎文化奥运的期间，台湾馆唔但有精彩艺文表演，而且嘛用办桌的概念，互真侪来参观的外国人会当食到咱台湾的酸仔，也佮有美如等等真有特色的食食。这几年伫巴黎卖台湾菜店头是愈来愈多，有台湾人伫咧巴黎卖便当嘛开餐厅，而且是坚持无要为法国人来改变咱原地口味，而安尼做都是为着要证明咱台湾食食文化价值。而且嘛，要利用这文化的外交，要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台湾的特色。有空吧，红烧牛肉，也有培玲啊和豆干。店头家甲法国的人客详细介绍台湾口味的便当定有的菜色。伫咧法国一般来讲，都讲有2点钟的向导时间，真侪人拢会出来买食的顺续拍日头。法国的人客表示，珍贵的休困时间像便当安尼，逐项菜拢通拣家己上喜意的，这是真享受的代志。Pour moi, le plat préféré, c'est le poulet basilic. Ouais. Accompagnement, du coup, épinards et champignons. En France, on aime bien choisir. Enfin, il y a beaucoup de restaurants maintenant où on fait soi-même son pla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avoir plusieurs choix comme ça. Donc, ouais, c'est très bien. 伫咧巴黎卖便当开台湾菜餐厅店头家来自中华乐港，伊讲家己英国伫巴黎读册的时，伫学校捌以bản岛文化筹备台湾酒，将把人份的料理一下扫了了，互伊有勇气伫咧巴黎开店。店头家讲，若是因为思念故乡，才做台湾菜，伊坚持无要为法国人改变台湾口味，就是要证明台湾的食食文化的价值和特殊性。我做这间餐厅有足大一部分，就是讲我想要证明互大家看。其实台湾的料理伫巴黎嘛，咱啥物拢免改变的状况底下，咱就是用我记忆中妈妈煮互我食的物件，阿嬷煮互我食的物件，咱就是用这种物件来地当感动巴黎人。王慧谦讲，伊特别毋伫咧亚洲餐厅区开店，用酷强的韧性坚持落来。高达8年来，人客有9成拢是法国人。伊认为伫外国开店要有这款开拓的海洋个性，打出舒适的口啊，用文化外交甲台湾这个看板，互愈侪人知影。伫咧法国巴黎，这个国际的大都市有非常多元的食食文化，但不是伫街仔路拢通看到亚洲的餐厅，也是各国的美食。王慧谦讲，伊人伫咧国外待这么多年，伊认为咱爱对家己的文化有信心。伊认为讲，愈在地是愈国际，台湾只要维持咱的文化，安尼就是拍开世界进捌台湾的通路。以上是记者卢尚如和林晓凯伫咧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咱台湾因为地理位置真特殊。有真侪每一年拢有真侪岛礁会来咱台湾过冬。根据中华关野鸟学会统计，目前过境的南路鹰有8000多只。鸟会讲，到4月份之前，应该拢有机会会当看到规定的南路鹰。另外，为着要互民众更较了解南路鹰这种岛礁，鸟会嘛办市集，也有导览等等的活动，要来了解南路鹰，也有在地生态环境。用千里镜观察天顶，因为即阵当是南路鹰过境中华时阵。中华关野鸟学会顶个月启动南路鹰过境的数量调查，但是因为前一阵仔天气反寒，佮有热雨，目前观察到的数量无算侪，大概有8000多只。咱讲南路鹰吼，灰面狂鹰，逐年咱这10几年来固定拢差有3万几只啦吼。啊，到目前为止，阮鸟仔会调查员伫咧赏鹰平台调查到，到目前差不多7、8千只。南路鹰是对季节搬徙的保育类岛礁，逐年的10月会经过屏东飞去南洋过冬，反当年的春天会沿着台湾西部经过八卦山甲大肚山往北边飞，有不少民众拢会趁机会来看鹰仔。野鸟学会也举办生态市仔甲导览活动，互民众认捌在地生态环境甲南路鹰的特性。那灰面狂鹰来到八卦山，它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地方，让它作为一个夜晚栖息休息的地方。那所以像挑水古道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森林，比较原始的一个样貌，
就可以提供会面狂鹰一个很好的夜栖休息的地方。之前都想讲随来就随有看到南路鹰，啊，不过阮就是较无熟悉这鸟仔的习性，渐渐啊才会知影讲透早鹰仔会饲鹰，啊下晡的时阵会落鹰。中华关野鸟学会表示，天拄拆卡的时阵，南路鹰会开始爬起溜飞，佮有暗头啊，南路鹰准备休困，拢是观察鹰仔的好时机。鸟仔会预估到4月底进行，应该佮有机会看到规大阵南路鹰过境的画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的动物，不过有一种鸟仔叫做鹰哥鸟，会模仿咱人类讲话。美国的科学家就发现讲，这种鸟仔有法度会学人讲话，事实上是因为因的大脑内底运作的部位，还佫有模式，甲咱人类是真接近。那这项发现，希望会当帮助人类，甲这个因为因有疾病来造成语言障碍的人，会当伫咧医学上找出替因解决的方式。画面中正边两只虎皮鹰哥叽叽喳喳讲袂煞，倒边这只蓝色鹰哥也佫会洗过头去听。鹰哥学人讲话的能力真强，而且会晓讲的事真丰富。因是安怎做的呢？美国神经学家伫实验室记录虎皮鹰哥的大脑活动，发现因讲话时，脑部运作区域甲模式，甲咱人的大脑中负责言语的运动配层真亲像。Surprised to see is it was laid out more like a human speech control region than it was these similar kind of areas that we would find in the songbird brain. 科学家指出，虎皮鹰哥前脑存在一层特殊的声音细胞，这个细胞就像钢琴的琴理同款，无同的细胞负责代表无同的声音元素。So if you imagine the bird makes a lot of vowel sounds and consonant sounds, there are vowel cells and consonant cells, and even within vowels, it will make high pitch and low pitch sounds. 研究团队为了验证这项发现的特殊性，也对未晓学声音的斑胸草雀做同款的实验，结果显示斑胸草雀的大脑中并无出现这种有规律的声音地图。这项发现让科学家真欢喜，因希望以虎皮鹰哥做基础，为人类因为疾病造成言语障碍找到治疗方法。And so what I think we want to do is find out what the equivalent region is in the bird's brain. What is actually taking a concept and turning that into a vocal act, and understand how this breaks down. It breaks down in Parkinson's, it breaks down with Alzheimer's, it breaks down with stroke. And we don't have a good animal model for this. And now I think we might just have one. 除了理解言语障碍，研究团队也佫希望未来会当更加进一步的利用科技，听白古早的虎皮鹰哥到底叽里咕噜在讲啥物？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至31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至7度。来看外岛地区。15度至26度，这几天啊，温度变化也是真大，提醒大家都要注意。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